历代心中各变欢喜。上帝启示，万人尊敬畏，充满真理，无穷真意。等一个回应诗的时阵，第二节。甲第二节到第四节有无共款的歌词？咱即摆来看另外一首的圣诗，圣诗第9首。万物三甲自集欢喜，阿乐上帝齐声吟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仁爱无穷无尽，创造天地海甲万民。阿乐天父荣光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的时阵，大家会当看。铺顶管你会当唱分部，好，咱来试看卖，来。三，来。万物三甲自集欢喜，阿乐上帝齐声吟诗。第二节来，日头出现大光满天，日落日出来照暗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七心拢总欢喜，你的笑脸会当生气。哈
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着用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上主至善，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这是咱同心起立来吟圣诗，乐乐敬拜上帝。万有三角自集欢喜，圣诗第9首。咱即时要用新的诫命来做咱信仰告白。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诫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算亲像是讲，你着听主义，亲像家己。即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骨头。我用新的诫命互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外甥。请坐。即时咱要用上帝话三角来启用。启用文第56篇，也就是约翰第1章，约翰1章。启用文56篇。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
即个光伫黑暗中得照。伊伫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遐个接纳伊个，就是信伊个人。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欲。就诚侪人踮伫咱中间，阮有看见伊个荣耀。伊对伊满满个恩典，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无人捌看见上帝。咱同心来祈祷。慈爱的天父，全能的上帝，我要尊重敬拜感谢你，因为你有应允讲，我要用永远的听你，用慈爱看你。你是信实的上帝，你会听到万世代。伊设立的爸，伊发现是你的大囝。你有慈爱甲公义满满，照着圣囝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成就的大能大力，甲阮所立的信约，用新版代替旧版，恩典甲真理满满，恩上加恩。你的旨意，你的慈爱，恩惠。长宽悬深，微微尺度，慈悲怜悯的爸上帝，感谢你所让互阮会对父母萨是一个真水的导师，通过祖先拍拼开垦，四季如春，物产资源丰富。阮的选手比赛世界用。科技产品供应全世界，民主自由伫世界高举你的性命。感谢你早时有差派你做尽忠的仆人，甲阮信仰的前辈，献出因的血汗、智慧、劳力来设立、经营、发展南芒圣会，互即个圣会诚侪稳定、福气的源头，互你的名伫遮得到娱乐甲阳光，创造掌管人类活命甲历史的主宰。感谢你，互万美换新，享受新年、新地甲新天，互阮有新的机会、新的愿望，重新出发布新意。阮感谢你，过去一年引带甲释放，眷顾保守阮的教会。阮逐人的家庭以及阮的国家，拢伫顺序中得到成长，有侪欢喜、感谢的成果，荣光上帝的名。虽然也有拄着忧愁、烦恼、甲软弱，甚至是经过痛苦、作伴死荫的山谷，感谢你，亲像牧者顾上羊群，你的腿、你的管安慰、拯救阮，脱离灾难，互忧愁、痛苦变做欢喜的水泉。伫新年的主日，愿接受阮的儿女，用感谢入你的院，用谦卑虔诚的心，摆设阮感恩甲娱乐敬拜的这段。恳求主奇妙的腿、平安的管，继续扶持、引带，互阮赐互阮有新的心。学习基督，守真理的道，恳求主用你大权能的圣手，眷顾伫你阮的国家台湾，会当平安脱离对敌的手头，互享受世间通得到和平。荣光天父上帝的名，阮安尼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赞美圣歌队因要用专心带咱来敬拜。
恭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耶利米书31章第7节到14节。耶利米书31章第7节到14节。上主阁讲，着为雅各欢喜唱歌，为上伟大的国家欢呼，着传播，着称赞，讲上主已经解救伊的子民，解救以色列剩落来的人。看咧，我要对北方带因倒来，对天边海角将因召集活来。失明的、卡歹的、怀孕的、得要生产的，拢规大阵同齐倒来，因沿路靠倒来。我要安慰因，带因顺溪水边行，行平坦的路，袂跋倒。我是以色列的爸，伊发现是我的大囝。列国啊，着听上主的话，着伫真远的海岛宣扬，讲赶线以色列迄位要召集因，要看顾伊，亲像牧者固守羊群。我上主已经救赎雅各，解救伊脱离比伊较强的人的手头。因要来锡安悬的所在欢呼，为着上主所赐的好物欢头喜面。因为上主赐因五谷、新酒、甲新油，阁有羊羔甲细只牛仔。因要亲像有水灌压的园，袂过忧苦。迄时，查某囡仔要欢喜跳舞，少年人甲老人做伙快乐。我要互因的悲伤变做欢喜，要安慰因，互因有喜乐代替悲哀。我要用油钱互祭司巴掌，我的子民要因为我的恩惠心满意足。上主安尼宣布，愿上帝的话刻条伫咱的心板。敬听牧师伊个传讲的信息是一首5万的歌。请咱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互阮同齐聚集来到伫你的圣殿中间，愿领受你的话。主，愿你的话刻条点伫阮逐人的心，帮助阮，互阮点伫新的一年开始，阮带着5望向前来跑走。点伫每一步拢看见你有教业的恩典，甲阮每一个人相同行。愿主带领阮，祝福阮，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今仔日大家平安。真紧，就搁进入新的一年啊！吼，有当时咱还搁咧想，毋是还搁咧过新年，还搁咧过新年，还搁咧过母亲节、父亲节，那时间真紧，就雄搁到伫圣诞节，然后新的一年就来啊！新的一年开始，大家人有啥物款的愿望无？大家人拢会讲，敢会当身体健康，会当万事如意无？大家人拢会带着一个期待，5望点伫新的一年中间，咱会当经验济上帝的祝福。其实，这个5望本身就是重要的。若是学者咧讲的，这叫做你对未来有一款的感受。对未来有感受是真重要的事。因为一个人若是感觉家己无未来，会发生什么代志？如果一个人感觉家己是无未来的人，向行就真紧，一个人就随时会坠落，随时会拄着互失败就拍倒。所以有对未来的感受，对咱每一个人来讲拢是重要的。无论咱踮伫什么款的境遇中间。咱爱对未来带着新的愿望，这也是先知踮伫咱圣经内面，咱看到遮尔侪先知，因所宣讲信息的时阵，因一直咧表达的，就是所有的人爱对未来充满新的愿望。今仔日咱读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所领受的呼召是啥物？其实对一开始，对第1章，咱若是读起来，咱就会感觉。伊所要做的工作本身都毋是遐尼简单的工作，
因为伊爱去做啥物，表出毁坏、推翻，听起来拢毋是好代志咧。这破坏的工作，宣讲人有罪的工作，毋过嘛毋哪停伫遮尔，除了推翻甲破坏以外，还阁有你爱做重新建立甲栽培。有破坏，才有新的建设。爱面对济推翻，才有可能开始阁有新的栽培走出来。这是先知耶利米所领受的呼召。也就是讲，耶利米伊需要引带以色列会当看见新的未来，用这个新的未来来搁认捌现主时的家己，到底我要安怎继续踏出向前的脚步？当然，照咱所知，先知耶利米伊所宣讲的信息，敢会受到人的欢迎吗？通常讲这个话的人吼，逐个人拢袂欢迎伊。伊愈讲，就愈互人感觉，伊到底咧讲啥物啊？伊为虾物要救助惯例？所以济人开始攻击伊，甚至甲伊关起来，莫听伊的话，认为讲只要我莫听到这个真理，我应该就会当活了袂歹。这是先知所爱行的路，伊行一条孤单的道路。也踮伫即条孤单的道路中间，伊看见过来以色列要发生啥物事？过来以色列要面对灭亡，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来到伫遮。当巴比伦的军队攻入耶路撒冷，济人互人掠到伫远远的所在，离开家己的故乡的时阵，整个以色列哪亲像失去未来共款。当上帝的审判临到伫咱每一个人的时阵，咱的心会怎样呢？人会感觉痛苦，人会感觉悲哀，人会感觉有济目屎。当咱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阵，咱拢会有即款的感受。不过，更较重要的是，上帝的心敢真正是爱咱停伫刑罚的中间尔吗？当咱拄着济审判，咱感觉是上帝的审判的时阵，咱来想看卖，上帝的心意敢真正是爱咱停伫刑罚中间无？当咱拄着病痛，当咱拄着意外，当咱拄着灾厄，当咱一直咧想，我是毋是做毋着啥物代志，抵到上帝要审判我的时阵，咱敢会认为讲，这就是我就是安尼艰苦，我就是一定做毋着代志。上帝的审判敢一定是干那互咱停伫遮的灾厄处罚的中间吗？其实，上帝的审判有一项更较重要的目的是啥物？上帝的审判更较重要是爱人悔改。刑罚毋是终点呢，毋是结束。刑罚毋是结束，是爱咱重新学习，爱回转转来到伫上帝的心意中间。耶利米，咱若是对一开始咧读，咱就会发现讲，伊拢会一直讲，伫搁伫妈妈的腹肚内面，上帝就已经拣选伊着无？咱会读到即段话。耶利米出世的时代是踮伫玛拿西王统治的最后10冬。玛拿西一项真重要的，就是迄是一个充满罪恶的时代，充满罪恶的黑暗时代，所有信仰哪亲像拢完全拢消灭啊！咱就会当来想，一个先知踮伫黑暗的时代，会当讲是主日学拢无啊，一切敬拜的礼仪拢无啊，踮伫这个遮尔歹的环境中间要中代。这是啥物情形？一个先知要踮伫即款的处境中间，渐渐大汉。玛拿西死了后，阿文王继续做王。人会期待一个王过了，佮接一个王，应该会当改变吧？但是真可惜，代志拢无改变，甚至愈来愈害。一直到阿文佮死啊，
伊的囝，伊8岁的囡仔约西亚王做王了后，看起来才渐渐有新的可能性。顶摆咱咧读西番雅的时阵有读到，约西亚王踮伫祭司找出律法书了后，推动宗教改革，才互整个国家看起来，我必须讲看起来，哪亲像有真心要找回来这份信仰。看起来哦，因为咱会当想象，如果整个全部的国家拢踮伫黑暗的中间，就是信仰的根基拢已经要消灭啦，要重新搁建立，敢有遐尼简单吗？若是一切敬拜的礼仪拢消失啦，真正要搁爬起来，敢有遐尼简单？外表的改变真简单，但是内在咱真实愿意降服来到伫主的面前，愿意做出悔改，才是困难的啊，敢毋是吗？咱拢会当外表看起来真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但是内在敢真正愿意顺服上帝引带，这是困难的。后来约西亚王嘛死啊，整个国家敢若继续沉沦，到伫上尾啊，当然咱就知啊，国家灭亡了后，济以色列人受掠，离开原本的所在，离开家己的故乡，离开圣殿，因开始咧想，我的未来到底是甚物？我敢阁会当转去吗？当离开家己的故乡久啊了后，大家人拢咧问，我阁有法度转到伫我迄个我所熟悉的所在吗？这是因所拄着受掠的经验。踮伫受掠的经验中间，有济可怕，有济痛苦，有足济困难的事不断地发生。人会感觉这是上帝的审判，但是咱嘛必须爱问的是，咱到底如何悔改呢？进入到伫2025年，踮伫旧的一年，咱还阁会记哩有发生过啥物事吗？咱还阁会记哩踮伫过去的一年中间，整个国家捌经验过啥物吗？咱会看到东部地区经过地震了后，一摆搁一摆的灾厄，直到公路受拍断，交通受到影响，甚至生理嘛有真大的差别。这是踮伫经济顶面咱所看到的。经过灾害了后，东部地区特别踮伫花莲，哪亲像渐渐失去元气。嘛踮伫政治顶面，咱会看到立法院中间有济混乱，无共款的立场不断踮伫遐咧争执，有济人，有济少年人踮伫街头，踮伫遐想要讲家己的声音。逐个人看见无共款的混乱甲灾害，咱会看到真侪现象，但是咱敢有想过，踮伫即款的处境中间，咱要如何期待新的未来呢？2025年也是台湾要进入超高龄社会的第一档。咱咧讲这个名词已经讲几啊档啊。但是2025年，这是头一档，咱是真正进入到伫所谓的超高龄社会。伫这个超高龄社会的背后，咱阁看见啥物？愈来愈侪人需要照顾，愈来愈侪衰弱的人踮伫病院，也踮伫安养中心。毋但是软弱的人艰苦。陪伴的人也同款艰苦。当陪伴的人面对着济现实的压力，无法度继续过去的工作，伊必须爱专心照顾厝内面的许大人的时阵，也踮伫济的艰苦甲软弱的中间。这一年咱讲真久啊，但是咱敢真正拢准备好吗？当安尼来想的时阵，咱就会发现，每一当咱看过去，哪亲像有济痛苦的经验。
这个痛苦的经验，嘛毋单点伫社会，甚至点伫咱家己的个人，敢毋是？咱会发生意外，会发生病痛，会点伫济济烦恼甲看路的中间。遮尔济的看路，咱拢咧期待讲新的一年会当万事如意，敢真正遐尼简单吗？有一个作家伊就讲啊，当伊点伫真深的苦难中间，伊重新咧回顾生命的时阵，伊才发现讲，人啊，只有真正点伫孤单甲痛苦的时，才有法度感受到上帝真正的带领。点伫孤单甲痛苦的时，因为经验上帝的带领，才真正知影讲生命的满足是啥物。伊讲，伫伊人生780冬的时间中间，互伊真正感觉到讲家己受到提升，也是感觉到生命有意义的，拢是因为艰苦的经验，毋是因为找济快乐。伊讲即句话真有意思，但是伊最后嘛讲啊，因为踮伫遮尔艰苦的经验中间，人才会当去面对十字架，人才会当去面对到底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对咱来讲有啥物款的意义。这是这个作家所讲伊家己的人生，也是当咱咧回顾，无论过去一年中间，咱还阁会记哩啥物，咱会发现，哪亲像是不幸艰苦的经验会较侪一寡。当咱咧回想这个不幸也是艰苦挂虑的经验的时阵，咱才会当重新来看，今仔日这段圣经节耶利米到底想要对咱讲啥物？今仔日咱所读起来这段话，咱会有一款啥物款的感受？31章，今仔日咱对第7节开始读，咱就会讲，上主阁讲爱安怎？为着雅各欢喜唱歌，真有意思哦。伊即马咧讲爱欢喜唱歌，是对啥物人讲的？对他拄仔咱所回顾，才会点伫遮尔济艰苦的人所讲的哦。伊是对遮尔济点伫艰苦甲苦难中间的人讲，爱欢喜唱歌，爱传播，爱称赞，讲啥物？上帝已经拯救伊的子民啊！伊咧唱一条欢喜的诗歌，耶利米点伫宣扬的过程中间，千万毋通袂记哩。先知本身也是安怎受到人的攻击，受到人的好人无受欢迎。但是这个无受欢迎的人，伊却会当讲出讲爱欢喜唱歌。伊咧代表讲，我毋是徛伫边啊。我已经领受到稳定，所以我甲你讲，你爱欢喜唱歌。伊毋是甲苦难无关系，伊是共款点伫苦难的中间，甚至伊本身就是受到遮尔大的打击，然后伊会当去鼓励所有兄弟姊妹讲：来啊，咱爱唱欢喜的诗歌。也当伊点伫咧邀请逐个人唱这欢喜的诗歌，咧宣讲上帝信息的过程中间，伊也不断咧祈祷，伊也不断家己甲上帝咧对话。逐个人拢会问讲，到底如何祈祷？我会讲，咱敢有开一段时间，你家己甲好好啊对话无？当咱踮伫一个遮尔无用、遮尔济事不断咧出现的时阵，咱敢有开一寡时间，互家己甲咱的心灵有一段对话的时，是咱向上帝祈祷的时。咱会当想耶利米是上帝甲伊讲，你爱讲欢喜的诗歌，耶利米会感受到，我是要安怎讲欢喜的诗歌？我都遮尔痛苦啊！全国拢受掠，我是要安怎讲欢喜的诗歌？上帝讲，你继续向前，继续认真去宣扬我所要交代你的话。踮伫这个对话中间，耶利米
就是咧成做一个祈祷的模范。伊咧对咱讲，其实这也是咱的祈祷。咱是艰苦，咱是软弱，感觉家己已经无法度啊。但是上帝犹原要对咱讲，爱欢喜唱歌，爱为着这个伟大的国家来欢呼。这真有意思哦！就算讲咱看到遮尔济地动风台、政治的混乱点伫台湾这块土地的时阵，但是耶利米的信息是对咱讲，爱欢喜唱歌，为着这个伟大的国家来欢呼。伊继续讲啊，所有的人拢要互上帝带领转到家己的故乡，所有人要互上帝带转来。遮个人有啥物人？有青梅的，有摆卡的，有特别生产的，有咧怀孕的。这个讲啥物？每一个软弱的人拢会受到照顾，咱会当做伙转去。啊无，咱就会知影讲，想要转去的，通常拢是啥物人走第一？当然是勇壮甲健康的走第一，敢毋是？但是点伫遮，伊咧表达的是，所有遮的失明的人、摆卡的人、特别生产的人，所有的人拢会当做伙行要转到伫故乡的一条路中间。因的哪靠哪行，这个哪靠是啥物？检采是感动的目屎，是感谢的目屎。带着这个感动甲感谢的目屎，要一路沿路唱歌，沿路祈祷，要转到家己的故乡。上帝要带因经过溪水边，行伫平坦的路，无阁互伊跋倒。耶利米互所有踮伫艰苦的人一个新的意象，是上帝要照顾咱。上帝要照顾咱每一个人。咱会经过溪水边，咱会进入到伫一个水源充足的田园中间，会踮伫遐，重新有新的五谷、新酒，敢若油有牛甲羊，拢会重新搁充满。上帝永远是以色列的老爸，伊要保护所有的人，若亲像牧者咧保护羊群共款。这个欢喜的诗歌。是踮伫耶利米所宣讲的信息中间，要不断鼓励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要进入到伫一个充满幸福、充满丰富的家园中间。这是咱的故乡。耶利米的诗带来新的可能性，就算讲现主时，大家人还阁感觉，你敢讲真的无？都遮尔济艰苦啊，你还阁咧讲真的吗？但是先知一直咧挑战咱啥物？伊的目睭要带咱看见一个咱看袂到，但是一直存在的愿望。迄就是上帝所建立永远的国度。这是先知耶利米咧对咱讲的，也照着安尼，咱会当得到新的愿望。愿望是咱面对死亡、面对灾厄、面对艰苦时。真正的溃烂，咱要靠赖上帝的恩典，因为愿望，咱会当靠赖上帝的恩典，嘛开始知影讲，生命本身是一份礼物。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就是礼物。当咱会当三组织做一伙，咱就是同齐行伫这条路的中间，无论是勇壮的，无论是软弱的。是摆卡的，是青梅的，是任何有困难的人，咱拢会当做伙行伫这条通往永远故乡的道路中间。这是先知耶利米面对着整个困难的以色列所要宣讲的信息。前几日，咱踮伫跨年的祈祷会中间，踮伫跨年的祈祷会，咱咧讲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第5章第9节。这段经文咧讲，促进和平的人偌尔啊有福气啊，因为上帝要称伊做啥物？家己的囝子。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要称做上帝的囝子。这句经文出现踮伫咱所谓山顶的部分中间，对咱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咱拢真熟悉。
但是咱爱会记哩，即段话是耶稣所宣讲的。耶稣组织所有的兄弟姊妹来到伫伊的面前，对因讲：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要成做上帝的子子。伊要邀请每一个人活出真实的愿望。这个和平是啥物？这个和平毋是干那表面上的和睦那尔，伊要表达的和平是搁较深的平安。当咱每一个礼拜来到伫遮，咱彼此请安讲平安的时阵，这是一份祝福。这是一份祝福，是上帝呼召咱每一个人促进和平，带来真实的平安。这个平安是无论现主时，咱有啥物款的挂虑，有啥物款的苦痛，咱拢会当做伙行伫即条登到家己家的道路中间。这个平安也代表的是人甲人中间的和好，人甲别人的和好，人甲社会甲即块土地的和好。也就是讲，虽妄拄着地动，虽妄拄着风台的灾厄，咱甲即块土地的关系受到破坏，但是上帝爱咱做啥物？促进和平，爱咱重新甲咱所听的即块土地，会当重新经验和好，这是平安。当咱看到政治的冲突，咱有无共款立场的人，咱有无共款的意见，踮伫遮咧冲突，也制造人甲人关系破坏的时阵，耶稣所宣讲的平安，也是咱重新去看见现象，是咱踮伫表面上所看到的。搁较深的问题是，每一个人生命中间需要有真实的平安。需要有真实的和好，所以人甲人，人甲即块土地需要有真实的和好，咱才会当搁继续向前行。人才会当真正搁学习，到底甲上帝的和好是啥物款的意思？咱要得到真实的平安。所以，踮伫2025年的开始，咱学习平安的功课。咱学习喜乐的功课，咱也学习愿望的功课。咱每一个人就是受到上帝所呼召，爱去宣扬愿望的人。伫每一个看起来无愿望的所在，踮伫遐，你爱宣扬愿望。伫每一摆的祈祷，伫每一摆你去关心软弱的人的时阵，伫每一摆你会当服侍的时阵，你拢咧宣扬愿望甲平安，互人会当重新佫充满开展，互每一个痴迷的人、摆卡的人、年长的人，也是少年的人、受苦的人、流目屎的人，拢做伙看见，因为耶稣基督，咱会充满新的可能性，咱会当做伙向前行。就算讲，即块土地充满受伤，人甲人的关系也不断咧面对破坏，但是咱永远会当宣扬愿望的诗歌。耶利米通过这段圣经节来鼓励每一个受掠的以色列人，咱爱欢喜唱歌。所以踮伫新年的开始，咱也同齐欢喜唱歌，欢喜唱出愿望的诗歌。请咱来看这段话，一首愿望的歌。远远的所在传来歌声，是颂赞的歌，是欢喜的歌，是平安的歌，是愿望的歌。唱啊唱啊，唱出我的心酸，唱出我的悲哀，唱出我的痛苦，唱出我的目屎。唱啊唱啊，唱出失明的黑暗，唱出摆卡的困难，
唱出年幼的不安，唱出年长的绝望。一首毋忘的歌，安慰的声，喜乐的声，庆贺的声，丰富的声，无搁欠缺，充足有存。咱就是一首毋忘的歌，伫每一个需要的所在，唱出这首歌吧。也邀请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同齐来唱这首歌吧。咱做伙用这首圣诗，成做咱的回应上帝伟大奇妙作为。上帝的伟大奇妙大作为，咱唱新歌来庆贺伊。听堂不做代代出光辉，就来敬拜多其无知。其他真求人在主作为，历代圣道个别欢喜。上帝的启示万邦尊敬贵，充满真理不强之献祭。呵更团来上赞的诗歌，是一首真欢喜的歌。平安是我心梦的歌，大家就来欢喜唱歌。唱啊来唱出我的心声，来吐露我满腹悲哀。唱出我一切心内痛苦，唱出我所积足目屎。唱啊唱出光明的黑暗，唱出卡拜带来困难，唱出少年无知的不甘，唱出你老所拄抓棒，来唱一首毋忘的诗歌，唱出安慰喜乐声音声，庆贺丰富稳定甲祝福，唱祝古村保险之奇景，好泉海洋波浪这兴起，大声称赞上主之献祭。山岭剑石当尊重拜跪，这声上赞上帝名字。讲起其威严甲紧要特事，有都是我永无提兴致。咱祝福上帝真理的胜利，世界和平经受加坚持。咱同心来祈祷。主，你是阮的主宰，踮伫任何的境遇中间，你是阮的主。当阮来到伫你的面前，虽望伫过去，阮面对济艰难、艰苦，
有一个挂如甲目屎，总是你拢清楚知。你也不断唤起，互阮会当回转来到伫你的面前。你也通过你的话语，通过耶利米，互阮看见这首毋忘的歌，阮会当欢喜，阮会当庆贺，阮会当同齐向前来跑走，因为阮知你将新的毋忘放伫阮逐人的生命中间。愿主帮助阮，互阮踮伫新的一年，阮成做促进和平的人。因为阮拢是你的囝儿，愿阮带出平安的信息，愿阮成做一首毋忘的歌。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坐。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分享甲报告。咱即礼拜三的圣经学堂就搁恢复自会吼。所以咱踮伫线顶，咱要进入到伫士师记18章第1节到13节，欢迎咱会当踮伫线顶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语。好，搁来咱第一项的报告是咱大概2025年度时间计划有看伫咱的周报中间。今仔日踮伫咱的周报中间嘛有夹咱的迄个月定奉献的迄个奉献地仔吼。所以嘛请咱会当爱写清楚你的名吼，你若是用写爱写清楚你的名以免咱刊登会错误。今仔日咱若是有使用月定奉献地仔了后，
过来就是咱的干事会将遮个红线底下就放到后壁，咱的迄个红线箱内面吼，会踮伫门口遐，咱后个月咱会当踮伫遐来找吼。好，过来即礼拜是部会周，所以也请咱各部的部长来调集会议。后主日咱是迄个中执会，所以嘛请以上咱遮的同工来致意来参加咱的中执会时间吼。好今年度咱的会员好会，咱的会员好会会定伫2月23号，就是2月的上尾一个礼拜，所以嘛请咱各团契的机构会当开始来准备咱要刊登踮伫迄个好会手册的资料，邀请咱会当踮伫1月26进前来交互办公室，通互办公室这边来处理吼。好，过来今仔日咱的迄个春联嘛已经印好啊，所以咱等下礼拜煞会当踮伫咱边仔遮来领取遮的春联吼。好，搁来嘛继续鼓励咱兄弟姊妹，咱已经有侪人开始咧参与咱的全年度的读经的计划，即张做了足水的吼。听讲阁有细汉的囡仔嘛咧参加吼，有足细汉的囡仔小学生拢咧参与即个读经的活动吼。讲早起6点半就咧读创世纪。就认真吼，鼓励咱大家吼，会当欢迎咱会当踊跃来参加。咱若是有想要参加，拢会当等下来到伫办公室这边来领取迄个每日读经表吼。好，过来咱合作社踮伫1月11下晡召开社员大会，请咱合作社的社员来伫遮个时间吼。好过来，咱也继续为着地长老因的家庭来祈祷。徐老师踮伫12月21蒙主稳调，咱会踮伫过来即礼拜拜六1月11早起9点踮伫殡仪馆3之1号入殓室来举行一件礼拜。下晡2点半踮伫咱的大礼拜堂来举行告别礼拜，也请咱踮伫祈祷中间，特别为着地长老因的全家，咱同齐关心甲代祷。好今仔日有迄个春美节的小弟黄江南兄对台北来找春美节吼，欢迎伊来到伫咱中间吼。好，我就做以上遮的报告吼。咱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我要用犹豫互祭司巴掌，我的主民要因为我的恩惠心满意足，上主安尼宣布。耶利米31章14节，咱做伙来读。我要用犹豫互祭司巴掌，我的主民要因为我的恩惠心满意足，上主安尼宣布。耶利米31章14节，搁一遍。我要用犹豫互祭司巴掌，我的主民要因为我的恩惠心满意足，上主安尼宣布。耶利米31章14节。咱的吟祝福册签的诗歌第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咱起立来吟。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个保护，假使我坚勤欠比是正，暂我斗志遵守你改命，予我伫黑暗中做光灯，对做引带是命的人，这是我人生必责望。作为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
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咱正大家三地地对答直到因世代无煞。阿免。阿